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8章。扫文用20年去上主的圣殿甲王宫，完工以后，扫文阁修建希兰王予伊的城，互以色列人住伫遐。扫文攻打哈马索巴，阁重建伫旷野的达木，伫哈马起造囤积物资的城，阁重建顶别何伦甲下别何伦，诚侪有墙、有门、有门串的坚固的城。扫文阁起造巴拉城，甲真侪囤积军用品的城，以及下战车的城，甲下战马的城。扫文阁伫耶路撒冷、黎巴嫩，甲全国各所在起造伊所爱起的建筑。所有住伫境内的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西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剩落来的后代，毋是属伫以色列，无互以色列人消灭的，扫文强制因做苦工到今仔日。毋过，所罗门无互以色列人做奴隶、做苦工，伊互因做伊的战士、官长、战车长、马兵长。扫罗门王的督工有250人。扫罗门将埃及王的查某囝对大卫城搬入去，为着伊起的宫殿，因为扫罗门讲：我的某毋通住伫以色列王大卫的宫殿，因为上主的约柜所到的所在拢神圣。扫罗门伫圣殿走廊头前所起上主的祭坛，献烧化祭予上主。照摩西的命令，伫安息日初一甲逐年3遍的节期，就是除酵节、七收割节、大料节，照逐日应该献的来献祭。搁照伊的老爸大卫的规例，分配祭司的班次甲职务，嘛分配利未人的职务，负责上赞，照逐日的规定协助祭司。搁分派守卫，照班次伫逐个门固守，这个拢照上帝重用的人大卫的命令安排。无论管理府库，也是做逐款职务，遐个祭司甲利未人拢无违背王的命令。扫罗门去上主圣殿的工事，对下地基迄日到完工，拢顺利进行。安尼，上主的殿就完成。迄时，扫罗门去以东地区的海港，以顺加别甲以诺。希兰派伊的官员将船甲经验丰富的船员送互扫罗门，因甲扫罗门的船员去俄斐，对遐运送金15000公斤到扫罗门王遐。